员马克·鲁比欧星期四提出了维吾尔政策法，该法案旨在增加美国对生活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维吾尔侨民的支持，并推动改善那些人权受到中共侵犯的维吾尔人的条件。来自加州的2位联邦众议员，共和党人金洋玉和民主党人阿米·贝拉，去年7月在众议院提出了相应的法案。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4月5日上午举行在线听证会，讨论中国政府近年来对于少数民族语言、文化和身份的进一步打压。听证会的藏族、蒙族和维吾尔族发言人均证实，中共近年来强力限制少数民族使用本族语言，少数民族被迫把孩子送往只有汉语教学的寄宿学校。土耳其大团结党主席、议员穆斯塔法·蒂斯奇迪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，尽管过去了32年，但我们仍承受着在巴人大屠杀中失去的兄弟和亲人的痛苦。德斯迪奇指出，今年是东突厥散巴人大屠杀32周年。在一场只能用种族灭绝这个词命名的大屠杀之后，中国封锁了一些省份，以治安为由逮捕1万多名维吾尔青年，成千上万的平民被残忍杀害。据报道，特斯拉汽车北京有限公司、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。自2022年4月7日起，召回生产日期在2019年1月11日至2022年1月25日期间的部分进口及国产 Model 3电动汽车，共计127785辆。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猎鹰9火箭在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，将4位平民乘客送往国际空间站。除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前宇航员迈克尔之外，此次搭乘龙的3位富商，他们要为旅行各自支付5500万美元。日本外务省宣布，鉴于乌俄局势，日方决定驱逐8名俄罗斯外交人员，这8人中包含俄驻日大使馆的外交官及俄通商代表部的工作人员。我们自豪地庆祝东突国民军建军77周年，以慈悲缅怀我们英勇的先辈和烈士。1945年4月8日建立的东突厥散国民军是东突厥散第2共和国的武装力量。